那个有线头，线头都拉到同一个方向，中间用那个电线那种塑胶管套进去，然后绕线的时候会把它绕固定压住。绕过去压住固定。绕线是一条线一条线的位置哦，它不是随便缠绕纠结哦，一条线有一条线的位置。它这个木片中间有挖洞，绕插进那个，好像是那个马达的中心轴，好像是有电动马达，电动会绕圈的，电动会转动。3块小木片中间有挖洞，然后穿进那个好像是电动马达的那个轴心啊，然后会用电动转动来绕那个线圈，绕电线。网络搜寻变压器，网络搜寻变压器。变压器绕线。看了影片，它自动转换到下一个影片，结果找不到了。这个有播放清单了。